第五章，人體對病原體嘅防禦。我哋人嘅身體有唔同嘅機制嚟對付疾病，去保障健康，包括非特異性免疫力同埋特異性免疫力。非特異性免疫力係指身體可以對抗各種嘅病原體，冇針對某一隻病原體，而係身體提供一般性嘅防禦。相反，特異性免疫力就係指身體針對某一種特定嘅病原體，然後令到身體免受傷害。病原體可以透過空氣、飲食、流血嘅傷口入侵身體。我哋身體皮膚表面嘅非特異免疫力就能夠提供一個物理性嘅屏障，阻止所有嘅病原體入侵。另外，喺我哋嘅呼吸道表面有啲黏液、纖毛，亦都能夠作為一個物理屏障，阻礙病原體入侵我哋肺部入邊噶。喺我哋胃液入邊有一啲化學物質，可以殺滅呢啲病原體，產生一個化學屏障，防止病原體透過胃部入侵我哋食道入邊。另外，血管受損嘅時候，傷口附近嘅血小板就會形成一個血塊。血塊除咗可以防止繼續流血之外，亦都能夠避免病原體由個傷口入侵身體。呢種血液凝固能力亦都係非特異免疫力嘅一種。我哋血液入邊有一種白血球，專門負責將入侵身體嘅病原體吞食咗佢嘅。呢種白血球叫做吞噬細胞。任何嘅病原體入侵我哋身體，吞噬細胞都會去到，然後將呢啲病原體吞噬消滅。相反，特異性免疫反應係保護我哋身體對某一種特定嘅病原體作出一個對抗能力。特異性免疫反應分為兩類，分別係體液免疫反應同埋細胞介導免疫反應。體液免疫反應涉及一種白血球叫做 B 細胞，同埋由佢製造嘅抗體。喺未解釋咩叫抗體之前，我哋先睇下咩叫做抗原先。病原體嘅表面會有一啲蛋白質，例如病毒表面嘅蛋白外殼、細菌表面嘅細胞壁。呢啲蛋白質我哋又叫做抗原。我哋身體有個白血球叫做 B 細胞，佢會分析病原體嘅抗原，然後製造一種針對呢種抗原嘅抗體。抗體係一個呈 Y 字形嘅蛋白質分子。抗體有兩個部位係可以同病原體表面嘅抗原黏合起嚟㗎。當抗體識別到佢哋嘅目標抗原之後，就只會針對呢種抗原去結合，其他唔同嘅抗原呢就唔會有結合。抗體有好多種方法嚟對付病原體㗎，例如抗體可以同病原體表面嘅蛋白質抗原結合起嚟，令到好幾個病原體黐埋一嚿，咁呢啲病原體移動就會慢好多，就好容易被吞噬細胞消滅啦。另外一啲抗體呢，亦都可以同病原體嘅毒素結合，令到啲毒素唔能夠再喐動，唔能夠再同我哋身體細胞接觸，從而令到呢啲毒素失去活性，冇咗佢嘅毒力。由於每種病原體表面嘅蛋白質抗原都係唔同形狀㗎，所以我哋身體一定要產生唔同種類嘅抗體嚟對付唔同種類嘅病原體。我哋身體嘅 B 細胞接觸到病原體表面嘅抗原嘅時候呢，會變成兩種細胞。第一種呢，叫做漿細胞，係會製造抗體。第二種叫做記憶 B 細胞，呢啲記憶 B 細胞就會將抗原嘅形狀記錄起嚟。當下一次同一種病原體入侵我哋身體嘅時候，呢啲記憶 B 細胞就唔需要再進行分析，
而係可以立刻即刻製造大量嘅抗體去對付同一種病原體。當下一次同一種嘅病原體入侵我哋身體，我哋嘅記憶 B 細胞就可以好快脆地製造大量嘅抗體，而呢啲抗體嘅濃度亦都可以維持長時間，從而馬上將呢一種病原體消滅。另外一種特異性免疫力叫做細胞介導免疫反應，呢種反應涉及一個白血球叫做 T 細胞。病毒會入侵我哋身體嘅細胞，當病毒入侵咗我哋身體細胞嘅時候呢，病毒嘅抗原蛋白質就會呈現咗喺細胞嘅表面。T 細胞就會負責分別我哋身體細胞有冇俾病毒入侵。如果我哋身體細胞俾病毒入侵咗嘅話呢， T 細胞發現到身體細胞表面有病毒嘅抗原呢，就會將呢啲受感染嘅身體細胞消滅。如果我哋身體細胞冇受到感染嘅話呢， T 細胞就當然唔會對付佢啦。要留意，非特異性免疫力係針對所有種類入侵嘅病原體，所以佢對入侵嘅病原體係冇記憶㗎。相反，特異性免疫力係有記憶㗎。記憶 B 細胞同埋記憶 T 細胞都會負責將呢啲入侵過身體嘅病原體嘅抗原形狀記錄起嚟。當日後同一隻病原體入侵身體呢，我哋嘅記憶 B 細胞同埋 T 細胞就會馬上盡快地作出對抗。當我哋身體第一次接觸某一種病原體嘅時候，我哋叫做主免疫反應。響主免疫反應嘅期間，產生抗體嘅時間會比較耐，所以病原體呢往往會有較長嘅時間繁殖，令到我哋身體個病徵會嚴重啲，感到不適嘅情況亦都會嚴重啲。當同一種病原體再次入侵我哋身體呢，我哋就叫做次免疫反應啦。響次免疫反應嘅時候，我哋可以較快嘅速度產生更加大量嘅抗體，而抗體嘅反應時間維持亦都更加耐，結果可以馬上消滅病原體，令到我哋身體可以好快康復，病徵亦都會較少。不過現時好多流感病毒會經常發生變異，佢哋嘅蛋白質抗原會經常發生變化，令到我哋身體每一次都會將呢一啲嘅流感病毒當做一個新嘅病原體，所以我哋患有流感嘅時候每一次都係主免疫反應，令到我哋身體個病徵係會比較嚴重啲㗎。疫苗嘅意思係指一啲已經死咗嘅病原體，或者已經鈍化咗嘅病原體，或者病原體一啲細小冇傷害嘅部分。當我哋接種咗呢啲疫苗嘅時候，免疫系統會以為疫苗係一啲有害嘅病原體，於是乎我哋身體就會引發主免疫反應去對付呢啲冇害嘅疫苗。對付完呢啲疫苗之後，我哋身體就會對呢啲抗原產生記憶 B 細胞同記憶 T 細胞。日後當同一種病原體入侵我哋身體，我哋就會即刻引發次免疫反應。次免疫反應就能夠快速產生大量嘅抗體，抗體維持時間亦都會更加持久，就可以好快脆將真正入侵我哋身體嘅病原體消滅。接種咗某一種針對病原體嘅疫苗我哋會對呢種疾病有一個免疫能力。有啲疫苗可以替接種者有一個終身免疫嘅能力，而有啲疫苗往往係有時限性，過咗一段時間之後要再次接種疫苗先至有呢一個保護啦。正如我哋剛才講，由於流感病毒經常發生遺傳物質嘅變異，佢哋嘅抗原嘅形狀經常改變，所以
即使我哋今年接種某一種流感病毒嘅疫苗咧，喺第二年呢啲流感病毒往往都會咧再突變，個形狀唔同咗，所以咧舊一年嘅疫苗咧就會對呢一年嘅流感病毒咧失去效力，我哋就需要咧重新接種新一年嘅流感疫苗。